咁啊，今年嘅主題呢，就係發展奮進創未來。呢個應該如果我理解係第2次嘅。咁你哋嘅同我哋嘅聯繫，你哋同我哋嘅支持係嚟得非常之重要。好開心咧，今日可以見到一班較大嘅同學仔啦。佢哋俾我嘅感覺咧，係佢哋都相當主動去問好多問題，無論係關於學習上面啦，定係咧喺未來畢咗業之後一啲職涯上面嘅問題咧，佢哋都相當之踴躍同埋主動。之前咧就請咗一啲嘅較大嘅學生，咁都發現佢哋喺 AI 嘅知識咧都係比較好啦，都可以處理到課前、課中、課後嘅一啲嘅課堂安排。咁通過同較大學生合作咧，咁我哋可以將教育學嘅經驗同埋課程嘅準備咧更加充分。今日都見到好多較大嘅學生，感覺到佢哋其實係一個好有自信啦，亦都好有創新嘅諗法，係充滿熱誠嘅，亦都好希望令到自己學習嘅嘢能夠係喺社會上面有一個實踐啦。今日同學仔嘅表現更加主動，更加有熱誠。今日呢個活動呢，係我未見過其他學校會咁積極咁去邀請僱主過嚟溝通咯。呢點其實對僱主嚟講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加分。有幾樣嘢咧，大家要留意。第一咧，就要知道個時事；第二，你嘅溝通能力，包括英文、中文，講嘢要清清楚楚。第三咧，你可以不妨問下僱主，你究竟需要啲咩嘅人才啊？咁你就可以度身訂造，揀你理想嘅工作。祝大家學業成功，你哋嘅前途無可限量。咁最緊要善用 AI，咁先可以幫助到你喺嚟緊呢個職場入邊係提高你嘅競爭力啦。要將自己喜歡嘅事情啦，轉化為你嘅事業，做自己喜歡嘅事情，先能夠有動力繼續持續地、永遠地去為社會做貢獻嘅。教育其實係一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如果去到僱主嘅層面裏邊嚟講，如果我哋可以有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多啲明白對方嘅諗法，喺任何一個行業都可以發光發亮。我哋嘅同學，你一定要係向前進發，係令較大一路俾到大家嘅學識、教養、修養、修為，係將佢發展落去你嘅事業，同埋咧係將佢係發展出去咧整個社會，帶動整個社會嘅發展，同埋咧帶動整個社會嘅前進。藉住呢次活動，我都會攞到好多經驗，去知道更加多元化喺教育以外嘅其他發展。好多謝我哋 SL 幫手舉辦今次嘅活動。喺今次活動當中咧，我哋可以學識啲咩裝備自己，例如勤奮啦、努力啦，要順勢而為同埋專注嘅。I think this is really great, amazing event because it helps u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首先借呢個機會咧，感謝我哋好多唔同業界嘅領袖精英咧參與我哋呢個茶聚。教育大學咧係一個年青，但係咧亦都有好長歷史嘅以師範為主嘅大學。喺呢幾年裏邊咧係有多元學科嘅發展，所以我好期望咧一方面僱主咧係多啲同我哋互動，多啲認識我哋嘅唔同嘅發展，同時亦都借呢個機會鼓勵我哋同學參加多啲唔同嘅活動。等大家咧係不斷咁成長，最緊要咧就係記得我哋教大係以立德樹人咧係作為我哋嘅教育方面嘅宗旨，希望大家咧以道德為先，以個人嘅發展伴隨。